今朝我哋唔係研究嗰144000，係實數定象徵數字。我哋亦唔係研究啟示錄第7章入面144000同大群人之間嘅關係。我哋只係研究144000係屬於邊一段時期，佢哋喺大爭戰中係邊個位置？點解佢哋對上帝解決罪惡問題咁重要？點樣運作呢？我哋會先睇聖經，之後再睇先知之靈。所以你會唔會一齊睇啟示錄？我哋會睇第6章，啟示錄第6章。記住，我哋係要揾出144000係屬於邊段時間。過去2-3年，有唔少人努力想了解144000係咪由亞當到依家所有得救嘅人，而我哋想搞清楚係真定唔係。我哋需要分辨清楚。好啦，啟示錄第6章，我會同你簡單睇下第5印。第6章第9節，當佢揭開第5印，我見到祭壇底下有為上帝嘅道同佢哋所持守嘅見證被殺嘅人魂。睇下第10節，佢哋大聲喊話：主啊，聖潔真實嘅，你仲唔為我哋申冤，唔審判住喺地上嗰啲人？然後每個人都俾咗白袍，佢哋被告知非常重要，要再等多一陣，等佢哋嘅同僕同埋弟兄也要像佢哋一樣被殺，呢件事成就咗先。佢哋象徵性咁被吩咐，要等住大爭戰嘅發展繼續發生，包括激烈迫害，仲有更多殉道者像過去多年咁犧牲生命。下一樣就係第6印，第6章第12節。當佢揭開第6印，我望見有大地震，太陽變得黑如毛布，月亮變成血色，天上嘅星墜落到地上，好似無花果樹被大風吹搖落未熟嘅果子。當然，呢度講嘅災難發生喺18、19世紀，然後高潮喺第14節。天空就好似書卷咁捲起嚟，當佢一齊捲起嗰陣，所有山嶺同島嶼都被挪開咗，地上嘅君王、大人、富人、將軍、勇士，每一個奴隸同自由人都躲入山中洞穴裏，同山石講：倒喺我哋身上，將我哋藏起，避開坐喺寶座上嗰位嘅面同羔羊嘅憤怒。因為佢大憤怒嘅日子到了，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當然呢場災難係耶穌返嚟嘅時候發生。當世上嘅大人物想躲避耶穌基督駕雲而來嘅榮耀面容，喺呢一切事情之下，第17節問咗一條大家都關心嘅問題：佢大憤怒嘅日子到了，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邊個可以存活？邊個能夠喺呢段時間堅持住？所以第7章即下一章，成章都係回應呢條問題：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呢章係第7印結束故事之前嘅插曲，所以第7章就係呢條問題嘅答案：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佢回答呢條問題，就係返去第13至14節之間嗰段時間，就係第14節巨大災難之前。形勢好似冇希望，冇人有希望。但上帝想好清楚咁講，冇人需要喊住要山石倒落嚟。成個世界冇一個人真係需要咁做，雖然好多會咁做。第7章可以話係成本啟示錄最正面、最堅固信心嘅一章。喺上帝憤怒之日、地震撼嗰時，我哋點樣可以企穩？所以，我哋而家睇下第7章第1節。呢啲事之後，我見到4位天使企喺地嘅4角，攞住地上4風，唔等風吹喺地、海或任何樹上。喺最終災難毀滅發生之前，
天使被委派保持地球相對平靜，讓上帝可以預備一班能夠企穩嘅人。第二節係上帝嘅答案。我又見到另一位天使從東方升起，佢有永生上帝之印。佢大聲對4位有權傷害地同海嘅天使喊話：唔好傷害地、海或樹，直到重點，直到我哋喺我哋上帝僕人額上蓋咗印。你睇，呢個係唯一可以喺末世毀滅中生存嘅方法，就係要有上帝嘅印穩穩咁刻喺我哋腦入面。而具體數字就喺第4節講出嚟。我聽見嗰啲受印嘅人數係以色列子孫各支派中受印嘅，一共有144000人。好，重點係我哋啱啱讀嗰啲經文係喺咩時候發生？喺地球歷史嘅最末時期，唔係喺中世紀，唔係喺基督嘅時代。呢啲係關於地球歷史末期嘅指示。由第6章第14節到第7章第4節，呢章中144000人出現嘅背景，非常明顯係喺末時，係回應嗰條問題：當基督返嚟，地球崩潰時，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喺聖經入面，淨係有另一個地方提到144000，就係喺啟示錄14章。你會唔會一齊睇下？啟示錄14章第1節講明咗乜嘢係上帝之印。我觀看，見有羔羊站喺錫安山，佢身邊有144000人，額上寫住佢父之名。你估下呢句係咩意思？父神嘅品格，父神嘅同在寫喺我哋嘅心思裏面，唔只係寫喺我哋身體表面。唔係刻印喺我哋身上，呢個係一個經過時間喺思想中發生嘅改變。然後睇啟示錄14章第3節，佢哋喺寶座前、4活物同長老面前唱新歌。除咗嗰144000，冇人可以學呢首歌，佢哋係從地上被贖出嚟嘅人，所以要留意，呢首歌係特別為一班特別嘅人。佢哋經歷咗其他歷史人物冇經歷過嘅經驗，喺時間終結時生活，係基督停止赦罪工作之後，就係呢首歌咁嚴肅嘅原因。第4同第5節有令人驚訝嘅描述，呢啲人未曾玷污婦女，因為佢哋係童貞，明顯係指假教訓。佢哋係無論羔羊去邊都跟隨佢。佢哋係從人中被贖出嚟，作為初熟的果子，歸於上帝和羔羊。佢哋口中冇謊言，謊言即係詭詐或虛偽，冇再有呢啲，冇詭詐，因為佢哋係無可指責嘅。佢哋喺上帝寶座前係無可指責。呢個就係描述，而呢一切嘅背景，好清楚係喺末時，就係嗰條問題嘅答案。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邊個可以站立得住？而呢段就係描述緊呢一部分。緊接住，大家知道，就係3位天使為世界發出最後警告嘅訊息，特別係審判時間，即係1844年之後。好啦。我哋簡單咁睇咗聖經入面唯一適用於144000嘅經文，好似真係應用喺末時。但而家我哋睇證據，呢啲係嚟自懷愛倫嘅著作。而家我會將呢啲內容展示喺熒幕上，等你可以自己一齊睇。善惡之爭第649頁。除咗144000人，冇人可以學呢首歌。因為係佢哋經歷嘅歌，一個其他團體從未有過嘅經歷。呢班人係從地上，從活人中被提嘅，成為上帝同羔羊嘅初熟果子。佢哋經歷咗自有國以來從未有過嘅大艱難時期。佢
佢哋忍受咗雅各遭難時期嘅痛苦，佢哋喺冇中保之下，面對上帝最後審判嘅傾倒。所以留心我哋啱啱讀咗啲咩？呢首歌係限定俾一小撮人唱，唔係所有得救嘅人都會唱呢首歌，唔係所有人都經歷過佢哋咁獨特嘅經歷。呢班人被提咗，重點，佢哋被提咗，佢哋經歷咗末時艱難同雅各嘅艱難時期。呢啲都係在人類恩典期結束之後，冇中保，因為基督已經結束咗佢赦罪嘅工作，佢已經喺地球上做咗6000年。證言集第1卷第59頁。好快，好啦，睇下可唔可以顯示出嚟。喺度，好快我哋聽到上帝嘅聲音如同多水之聲，話俾我哋知耶穌再來嘅日子同時間。活着嘅聖徒共有144000人聽得明白嗰個聲音，144000人全部受印，完全合一。而家講緊只係一段好短嘅時間，可能1-2日，冇講清楚，就係耶穌返嚟之前，而只有144000人。144000人聽到呢個聲音，明白內容，因為佢哋已經受咗永生上帝嘅印，佢哋思想同上帝思想一樣。證言集第5卷213至216頁。當呢個艱難時期嚟到時，每一個人嘅命運都已經決定，唔再有恩典，唔再有機會俾未悔改嘅人。永生上帝嘅印喺佢子民身上，唔係所有自稱守安息日嘅人都會受印。呢個係俾我哋嘅警告。如果我哋品格上仲有一點點污點，就永遠唔會收到上帝嘅印。係靠我哋自己去改善性格中嘅缺陷，清除靈魂殿中一切污穢，然後晚雨就會降喺我哋身上。當命令發出，同印記印上之時，佢哋嘅品格會永遠保持純潔無瑕。呢就話俾我哋知，呢件事發生喺恩典期結束之前。上帝嘅印係喺呢段時間加喺佢子民身上，就喺恩典期結束之前。要留意清楚佢講咩？唔係所有自稱守安息日嘅人都會受印。呢個定義上已經排除晒中世紀所有守星期日但得救嘅人。會有好多好多得救嘅人，佢哋一生從未守過一次安息日。佢哋唔知道自己冇守第7日安息日。呢度講得好清楚，唔係所有自稱守安息日嘅人都會受印。勸勉傳道士444至445頁。最有能力嘅天使手中握住永生上帝之印，只有嗰啲喺大贖罪日中悔改並認罪嘅人，先會被視為配得上帝保護，並被標記。所以再一次，上帝之印係預備喺恩典期結束之後嘅艱難時期，而只有144000人會收到呢個印。早期著作第48頁。當耶穌離開聖所，嗰啲聖潔公義嘅人會繼續係聖潔公義，因為佢哋所有嘅罪會被塗抹，佢哋會被印上永生上帝之印。所以再一次，呢啲聲明重複咁講，上帝之印係與人類恩典期結束有關，而只有144000人會收到呢個印。早期著作第58頁。受印時間非常短暫，好快就會結束。懷愛倫係咁形容呢件事，話好快就會結束，意思係當時正喺發生，並且快將完結。而呢個印明顯唔係以弗所書第4章30節所講嘅印。我哋睇下經文了解下分別。以弗所書第4章第30節。唔好叫上帝嘅聖靈擔憂，你哋係靠聖靈受咗印，
直到得贖嘅日子。呢個印係咪聽落好似唔會失去，定係好似有可能會失去？因為叫上帝嘅聖靈擔憂，所以呢個係有條件嘅印。喺以弗所書第4章30節，我哋再讀哥林多後書第1章22節，佢又印咗我哋，並賜俾我哋作憑據。憑據係咩？就係應許，一張承諾票據，喺我哋心中嘅聖靈應許。所以應許係要實現嘅，應許係要兌現嘅。呢個印要透過呢個憑據完成。事實上，憑據就係預付款。預付款可以係財產、貨品或者救恩。好啦，呢啲印係喺悔改時賜下。有時人以為呢個就係最終嘅印，其實唔係。呢啲係喺悔改時賜下，係一個救恩應許，要喺我哋忠心並活出公義之下實現。但末時嘅印係終極，不可改變，係為咗預備上帝子民面對恩典期結束，係啟示錄所講嗰個。好，證言集第3卷第266頁，教會最終嘅工作就係喺144000人嘅受印時間完成。佢哋要喺上帝寶座前無可指責。再留意佢講乜？教會最終嘅工作就喺恩典期結束之前，144000人受印嘅時間，要喺無可指責中站立。佢哋生命中再冇罪。聖經注釋第7卷969至970頁。唔耐，每一位上帝嘅兒女都會被印上他嘅印記。當天使出去喺人額上印上帝僕人之時，邊個能夠忍受自己被跳過？凡想額上受上帝印記嘅人，必須守第4屆安息日。所以留意呢點補充咗啲乜？受印時間係懷愛倫時代以後，而且只有守安息日嘅人才會受印，所以唔可以應用喺中世紀嗰啲守星期日但得救嘅人。喺異象中，懷愛倫被天使話：早期著作第40頁，如果你忠心，你會同144000人一齊有機會參觀各世界，欣賞上帝嘅創造。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啟示。懷愛倫被告知佢會與144000人同在，佢可以同佢哋一齊旅行，但佢冇被話會係144000人之一。仲有一處，早期著作第19頁。當我哋準備進入聖殿時，耶穌用他美麗嘅聲音講：只有144000人可以進入呢個地方。一大群人唔俾入殿。所有忠心得救者雖然會為上帝作見證，但唔俾入殿。144000人係唯一一群可以進入聖殿嘅特別群體。好明顯，144000人同歷代得救者之間係有分別。所以喺我嘅判斷中，依家有人提出話144000其實係歷代所有得救嘅人，呢個講法唔成立，無論喺聖經定懷愛倫著作入面都唔成立。咁144000嘅目的係咩？144000係上帝要帶去天堂同佢一齊直到永恆嘅特別群體。佢哋喺完成基督與撒旦之間大爭戰中扮演極其重要嘅角色。佢哋係初熟果子。你有冇睇到？佢哋係收割嘅初熟果子，唔係全部收割，只係初熟果子。佢哋嘅經歷對救贖計劃嘅完成係必要嘅。冇咗佢哋嘅經歷，佢唔可以贏得大爭戰。初熟果子一定要先被收集。我哋而家會簡單睇下希伯來書11章39至40節。呢啲人，邊啲人？呢章係信心之章，係信心英雄，係嗰啲為上帝站立嘅人。
有啲甚至為主捨命。佢哋都因信得咗好評語，但仲未得着應許。佢哋直到今日仍然喺墳墓入面，因為上帝為我哋預備咗更美嘅事，叫佢哋若冇咗我哋，就唔得以完全。我相信保羅非常渴望成為被直接提去天堂嘅一代人。佢講過呢件事，佢信呢件事，但後來佢喺更多啟示中明白到耶穌返嚟之前會有一段好長嘅言辭，關於我哋，無論我哋係指邊啲人喺度係非常特別。佢哋若冇我哋，就唔得以完全。上帝係話俾保羅知，只有經過長時間之後，受印嘅144000先預備好參與最後事件。呢個獨特群體係回答大爭戰最後問題。喺上帝可以戰勝撒旦之前，要回答嘅最後一個問題係咩？撒旦最後指控係：你俾我睇下，俾我睇一班你已經赦免嘅人，俾我睇一班你靠信心稱義嘅人，而佢哋現正冇犯罪。而家就俾我睇，因為撒旦講，凡係有墮落性情同犯罪歷史嘅人，永遠唔可能停止犯罪。呢個係佢最終嘅指控。只要我哋有墮落性情，我哋就注定時時都會犯罪。呢個係佢最後嘅控告。點樣先可以回應呢？因為耶穌嘅計劃非常精確。點解佢要離開赦罪者呢個身份？我中意基督呢方面嘅事工，我相信你都係。知道他赦免我哋嘅罪，幫我哋喺灰心時得着鼓舞。咁點解他要退出？因為撒旦講，無論你做咩，上帝，無論你採取咩步驟，無論你幾多次稱義，成聖佢哋，我保證就算佢哋受印之後，我都會令佢哋再犯罪。呢個就係最終挑戰。撒旦堅決相信自己可以令人犯罪。係，佢喺基督身上輸咗，佢知道。但而家佢對付緊普通人。我稱我哋為花園品種基督徒。我哋都只係普通基督徒，唔比其他人好，唔比其他人更英雄。但喺呢班最後人群中，普通、敬畏上帝、忠心嘅人，上帝會完成一件事，就係稱為最後贖罪。呢個詞你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會以外聽唔到。贖罪過程最後階段，就係耶穌喺天上聖所入面做緊嘅，為要預備一班人可以喺一切赦罪結束後站立得住，唔再犯罪，冇再有第二次機會，係生死一線，一切擺喺台面上，撒旦可以盡全力，上帝會出最好嘅。睇下邊個會贏，成個宇宙都喺等住呢個時刻。我可以幾乎肯定，我守護天使可能係第一個會問 Prep 真係可以永遠住喺我隔籬？佢唔會再搞砸一次，好似佢喺佢人生中一而再，再而三咁搞砸咁。我覺得我守護天使需要多啲說服。我諗我哋每個人都一樣。呢一定要係最後證明，上帝嘅能力真係大過撒旦嘅欺騙。呢就係所有挑戰中最大嗰個要解決嘅，而呢就係144000嘅全部意義。呢就係點解144000唔可以係歷代得救者，因為佢哋冇經歷過呢件事，佢哋係死喺稱義、成聖、罪得赦免之下。上帝已經照顧佢哋，只有最後一代會喺耶穌永遠停止赦罪之後，仲繼續活住。從此以後，耶穌基督唔會再有任何一次赦免，因為已經唔再需要。嗰日會係幾咁榮耀，唔再需要同耶穌求，再原諒我多一次。
我又搞砸咗，對唔住。並相信佢已經赦免咗我哋。嗰陣就係靠最後贖罪工作，預備我哋接受上帝之恩，因為呢就係恩嘅真正意義。關於我哋，無論我哋係邊個，係極其重要。只有經過漫長言辭，我哋無論係邊個，先可以受恩。就係呢一班144000人。所以喺末世，呢一班獨特特別嘅人會解答大爭戰入面最後一條問題：墮落性情嘅罪人可唔可以因為上帝嘅恩典而徹底改變，直到佢哋連犯罪都唔會再諗？佢哋永遠唔會再走返轉頭。佢哋仲可唔可以被信任？永遠唔再羞辱上帝，唔會再從頭開始。如果又要重複多6000年，唔係好恐怖好可怕咩？去到結局又要再嚟過多6000年。根據上帝嘅話語，呢樣嘢永遠唔會發生。讚美主，會有一個答案。所以我哋嘅目標係實踐懷愛倫嘅挑戰。佢話要用盡上帝俾我哋嘅一切力量去努力成為144000人之一。我哋安息日嚟教會嘅唯一目的，就應該係為咗呢個目標。要成為嗰班144000人入面嘅一份子，就唔使再交俾下一代，等多100年、50年、30年先完成。我哋唔需要咁樣做。喺座嘅每一位，唔論年紀，都可以成為144000人之一。預言入面正反嘅事件已經唔多。呢就係我哋嘅使命，呢就係我哋嘅目的。我哋失敗咗，我遲啲會講呢樣嘢。130年前我哋冇做到。原本上帝係計劃喺1900年前帶我哋返家，但係我哋拒絕咗上帝。而今次我哋唔可以再講唔。今次我哋要講，神啊，你點安排我就點做，必要時攞走我條命都得。靠你嘅能力同恩典，我再唔會背叛你。所以喺聖經注釋第7卷第970頁話，要用盡上帝俾我哋嘅一切力量去努力成為144000人之一。所以我會俾你自己決定邊啲人係144000。佢哋係一班特定嘅人，係歷代得救之人，定係末世入面一班有特別使命、特別目的、擁有上帝特別能力嘅人？要為我哋每一位行呢啲神蹟，係需要上帝所有能力。但佢擁有嗰種能力，佢嘅能力冇窮盡。所以我只會為144000人讚美神。我好希望可以成為佢哋一份子。如果神話唔得，我都會接受，照他話事。但我真係希望係依家呢一代，而唔係50年之後。我哋已經拖延咗130年，唔可以再拖。我哋必須完全降服。好，呢就係我今朝嘅信息。你要諗清楚你信咩，自行決定。我哋嘅結束詩歌係第285首，耶穌呼召我哋，因為佢而家就喺呼召我哋。佢喺呼召我哋成為144000人之一。願上帝喺來年祝福你。多謝你今日同我哋一齊敬拜。我哋希望同祈禱呢個崇拜高舉咗耶穌基督為主同救主，亦令你同佢嘅關係更親近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，請傳短信俾我哋，我哋期待下次再見到你。願上帝賜福。